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宇晨，同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啦。6月18號呢，我將會陪大家一齊坐大項假期嘅專列車呢，去到桂林啊，嚟一個山水同埋音樂之旅。大家都知道我中意用歌聲呢嚟傳遞溫暖啦。今次特意揀咗桂林呢個山清水秀嘅地方，同大家一齊逃離返鄉，感受一下大自然之美。大家跟住大項假期呢，一齊暢遊漓江睇嶺景，漫遊陽朔世界，哇，正到啊！到夜晚仲有我唱歌俾大家聽，我哋日日都會見面，日日都有機會可以影到靚相噶。呢趟嘅桂林專列呢係4日3夜嘅行程，係大項假期專門為大家度身訂造噶，全程舒舒服服，唔使花心機規劃，輕輕鬆鬆遊山玩水，聽好歌。機會難得啊！我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，留低屬於我哋嘅山水音樂回憶。6月18號，我喺桂林專列等你噶啦，不見不散，快啲報名，一齊出發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宇晨，同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啦。6月18號呢，我將會陪大家一齊坐大項假期嘅專列車呢，去到桂林啊，嚟一個山水同埋音樂之旅。大家都知道我中意用歌聲呢嚟傳遞溫暖啦。今次特意揀咗桂林呢個山清水秀嘅地方，同大家一齊逃離返鄉，感受一下大自然之美。大家跟住大項假期呢，一齊暢遊漓江睇嶺景，漫遊陽朔世界，哇，正到啊！到夜晚仲有我唱歌俾大家聽，我哋日日都會見面，日日都有機會可以影到靚相噶。呢趟嘅桂林專列呢係4日3夜嘅行程，係大項假期專門為大家度身訂造噶，全程舒舒服服，唔使花心機規劃，輕輕鬆鬆遊山玩水，聽好歌。機會難得啊！我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，留低屬於我哋嘅山水音樂回憶。6月18號，我喺桂林專列等你噶啦，不見不散，快啲報名，一齊出發啦！